要听的是经典，伊听无，因为啊，伊积极，伊chấp伊某定事件的。那某定事件比某定事项较严重。某定事项是对外口来哦，叫做某项、人项、众生项、受者项对外口来哦。某定事件是对你内心间起了一个梦想，执着的物件哦。这种的物件就是这物件，这物件离你家己内在这物件赶掉去，真正正难。因为你若要定位起来，你若要定位起来，你真个坚决会面倒。所以来讲，即话讲安怎？讲要见性他人意啊，要见性主义人啊。要见性他人意啊，要见性主义人。迄叫做内底咱家己的执行力内底，毋过咧咱当家的执行力内底，迄叫做固执。我常咧讲一句，迄个固，就是迄个固，就是啦，就是咱讲一个衣裤，一个四角裤啊，内底有一个古早啦，一个四角，一个古早啦。咱今日是一个无文明的人，无智慧的人，去分离即个内底咱叫做固。内底迄个困安怎？就是讲，迄个四个裤仔内底当中一个木，有无一个木材木块，安尼叫做困，安尼叫困掉伫内底。咱就啥物困掉咧？咱就咱个，咱个悟性思想困掉咧，咱个发生思想困掉咧，咱个可能思想困掉咧，咱就好接白掉。毋过咱一直咧学，一直咧学，一直咧学，因为咱无针对着咱问题咧学。无针对咱的问题去甲解决掉，所以当时咱伫训练节目经第14分，伊当讲一句话，伊讲离一切诸相证明出分，离一切诸相证明出分咯。咱要离一切诸相哦，一切诸相中离咱这个心魔，咱听讲一切万法由心生哦，一切万法由心变哦，敢是安尼？毋过呢，离一切诸相就生命出不咯。你要离诸相，但是你的心要生办法咯。这是要安怎解释？你的心生办法咯，你的心生咯。你的心要离生办法，要离一切诸相哦，要离哦。你无离阁袂使哦，你无生阁袂使哦。安尼，这是一个真复杂的物件。咱有听到，咱逐做当中讲一句话好。就讲，你讲，迄个，咱逐少来讲，咱本来属于五种，咱有一个清净心的在内底，咱有一个清净的物件内底。毋过清净可以出现本主，清净本主无相，本不动摇，本不生变，有无？这叫做书本。但这书本就是讲空字，这书本就是讲一个名空。何以出现灵性办法？这是有无？这是有无？那安尼当中呢，分到太大这个物件，本主清净，本主无相，本不生变，本不动摇，这同一个物件。对讲，你自性本来就清净，本不动摇，本主清净，本不动摇，本不生变的物件。但是后边这个叫做啥？灵性办法，因为头前。若无这灵性办法，头前叫做你执空哦。但是若无这个空，你甲后边迄个灵性办法叫做执有哦。执有甲执空哦，安尼两个叫做哪？叫做空有不离。空离色中，色就是讲有嘛，有形有色，色就是讲有啊。空就是讲空性嘛。空为色，色为空，空就是色，色是空啊。你是空有不离的道理啊，就是参照讲咱心经来讲，色为空，空为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相相色，亦有如此，嘛是咧讲这个。毋过咧，咱人看到了后，因为伊就向放掉咧，我就有感觉放袂下。比如讲，咱今日先两阵分报伊放一下，感谢。我曾经去好城咧讲金黄经的时阵，头前才顺迄个咱面所说观世菩萨
这讲老师，我讲关键模式走为无，这讲老师走无，面做走无，拢伊啊一啊，不能三年一啊，真一年啊，恁感觉面做书，这讲老师有关键模式对不对？啊，恁看见摆面，好，恁看见摆到足认真，啊嘛摆到足用心，把恁内在所有恁家己的物件讲讲一下，敢是？有一日当今的这三岁拢甲请出了去啦，吼，拢甲请出了去啦。恁会怎讲？啊，菩萨做无看呀，吼，啊，这个老师也说无去啊，吼，咱做事也说怎走去啊，啊，这无法啦，敢是安尼？咱上惊就惊这个问题，上惊就惊这个，因为咱学到学到实相，我甲你讲哦，我若讲上，我若讲这上哦。你哋心里想的顶完哦，我若要讲上，你哋讲理论会心上哦，你佫唔捌，所以我嘛袂使不讲，啊嘛袂使讲，所以咱佛道伊一直咧甲你强调，伊一直讲三大道理。第一科律，即归第一科律，是名第一科律，伊咧讲这个道理，咱了解。什么叫做第一科律？伊咧讲三大道理，哦，三轮体空的道理。第一科律，六道的内底，六道的内底啦，第一道叫做啦，叫做布施道，对不对？第二道叫做啦，叫做持戒道，对不对？第三道叫做啦，忍辱道，第四道叫做诚信道，第五道叫做啦，上天道，大家知影？啊，第六道咧，叫做地狱道。啊，地狱就是佛道咧讲的叫做第一科律。啊，你叫第一科律，因为头前五道拢是前面。所以头前五道拢相茫啦，上后边迄道大叫做盲，就参照你这只车面叫做大盲。你有安全智力的事，迄个智力意识就是导航。即要去甲导航到台湾对一个第四个传到位，甲你传到位。但是咱有一个第六道，迄个导航伫咧头，迄叫第一科律。啊，迄个第一科律，伊看甲你讲哦。第一科律就是你讲起来导航，第二步的即归第一科律，伊安尼甲你讲，四名第一科律讲三连做伙，咱平常听听啊难会。第一科律是因缘所选，因缘，你如无讲第一科律，你都唔知影，你有一个地理的第一科律，迄个衍生的物件。毋过衍生内底当中，迄是一个无实相。我即马讲者足简单的，即个镜头有变过了，甲你对过了，安尼叫咱第一科律，但变过叫即开第一科律，即个镜头是第一科律，安尼听无？叫做缘起成空，缘起无我。你缘起若要进到即个镜头啊，你永远都看袂明个，你永远都看袂明月亮，你永远都看袂明日头，是安怎无？因为你伫因缘生活内底当中是因为方便的说法，因为无法度，毋通叫做缘，缘起无我，咱人常讲缘影缘影，迄个缘就参照一个影的指向，但是你袂晓得，即个缘就是第一科律，但是你因缘起来叫做有，但是即开叫做空，因为你无即个第一科律的文义，你嘛袂知哦。你个写条，你完全拢无第一科律，你家己字啊从小你嘛写无。这两种的物件是相异的物件哦，所以空不离有，有不离空，空不离有哦。当走到第三义来哦，四名第一科律是方便的讲，因为咱在知影，足侪因为咱学道内底当中，因为咱了解一个物件，咱就叫这物件放。比如咱讲道，你讲道，讲道，道出来，道非常的，道口讲的道，毋是常人不变的道，名口讲的名，毋是常人不变的名，伊就来讲。道可道，道它是个道，是一个方便的因缘的名，可以讲的道，毋是常人不变的道，毋是真道。迄拢是文艺的道，毋过呢，众生就是因为这物件，因为都是一个自然的风态，
甲讲，伊嘛是；你无甲讲，伊嘛是。伊本来就是无离开的物件，毋过这物件是足自然的物件，互你看甲都无注意去。那你经过去，伫迄个第14分内底，有几个从咱来讲，玉菩萨性自为法，即人即是人，入于暗心，即不能所见。玉菩萨性不自为法。如人有恶，人讲明照，见众生。这句话是安怎来解释？伊讲你这是菩萨哦，你这是一个菩萨哦。心主，这个主的解释叫什么？你今日，咱今日讲书咧讲经典，咧讲这经典，你嘛袂使无错，嘛袂使无经典无，嘛袂使无这句话就安怎？你若这句话安怎？你是这句话白掉，你嘛跳袂过这句话，伊内底所白，伊内底讲，伊理是白，所以你上点就叫欲心自为法，即为法，如人入暗，即不能所见，可嘛无可能。你时事你查菩萨道哦，你是菩萨哦，但是你的心自为法，如人入暗，就亲像你去要从暗室的内底哦，你咧受前面的哦。咱今日坐而且，大家我相信讲，拢是咧道中，嘛拢30年、10年、嘛50年，嘛有经过几十年，前辈老菩萨，道拢听对个，道学拢听对个，但是上点就是听尾一句，尾一句，你啊自调咧，你啊叫白调咧，你可以考虑。如人入暗，你的受前面道，即不能所见，你完全无了解，你道的是上的道理，道是一个自然的风格，伊是完全是一个作为，你有人安尼，嘛是安，你无人安，伊嘛是安。欲菩萨心不自为法，这句话来讲，你其实你菩萨心不自，一个叫做自，一个叫做无。头前叫做执着，后边叫做无执着。主换成爱顺着执着，咱这个文字爱看会出来，叫做执着。心自为法，心无自为法，我三个。如人有恶，就亲像一个人喝酒，日光明照就惨了。今日无乌阳，日头出来，太阳照，像讲光明啊吼，建筑生，建筑众生。你一无了解，你的清明者，你对道的是什么？你清楚说，这句话就这个甲你解释下。所以你今日咱非常的难得啦吼，因为这个班主，伊咧有性来讲起来，说讲到顶经班，嘛是一个真悬的赞助的一个班主。但是因为咱要听法，咱要听经，咱一定要做。虽然大家讲好。大家讲是实在，这是事实，因为这经过王教的书，一直咧讲教育，伊嘛用心作这咧研究。哪怕讲咱今日讲听歪去，讲听错，所以咧一定爱知影，所以咧非常的认真，为了咱学，而且一年。